不用太焦虑，我们会有机会赢的。南港做的们，做嘛给听错爱要联络我，该恨爱该落我，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，帮你把老吴争取回来。这样你雄心啊！我们都讲好了，等小孩长大嘛，这些你都懂啊。佩仪，你叫我什么都没有，佩仪，你不能这样我走。我妈她好像生了我就不是很快乐。我等待这个时刻等了好久，你也要到这个年纪才能懂的。你不是勾引，你只是偷。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律师要怎么替你自己辩护。生命呢，係天公嘅安排。不管用，做愛變出嘅一隻機器去面對你。